这个门拢扫入去，这铁锁拢连条咧。两个中原，这到底是安怎走出去的啊？捕头，在。两个人你是安怎顾到无？兵叔爷，我听伊寡艺仔咧讲什么，叫什么一阵怪风吹着，伊怎啊困去，醒起来人就无去啊。怪风，这就奇怪啦。连啊，连掉，门也无歹去，奇怪，因两个人是安怎走去？啊，少爷，你会记袂？洪哥因爸仔囝吼，拄啊甲因吼这两兄弟啊共款，嘛是安尼无凭机标准咧无去啊。什么啊？恁兜较早捌发生这款奇怪的代志？对，是呀，我毋是捌甲你讲过，以早有一个红姑娘，因爸仔囝当初甲我同无代志，我甲禁伫咧茶房内面，共款甲这两个兄弟啊，忽然间怎啊无去？这是讲奇怪呢？敢讲因两个兄弟啊，较早学过什么邪术了？少爷，我咧想吼，因这两个兄弟啊，甲洪哥因咧爸仔囝吼，一定啊有迄落什么妖啊是怪吼，伫咧甲因斗相共。黑白讲什么？答因是普通的老百姓，哪有法度去熟悉什么妖什么怪？恁即摆两个咧讲啥哦？我真正拢灰啊，我听无啦。高主爷，哈，你免灰啦，只要咱来上侪那个调查，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啊。无毋对，为了要调查这件代志吼，无论我开偌济钱，我都要甲开。哇！好，你安尼行到我头先目暗安尼，无你是伫咧路旁关伤久，那才行到本的哦。无啦，乖，我是感觉吼有一件代志吼真奇怪啦。什么代志啦？你家是看卖，咱伫迄个路旁的所在，互恁迄个啊做未婚妻的伊迄个无，叫你讲目睭刻刻，从安尼敢伫空中在飞，瞬间就走你遮来，安怎来我都唔知呢。对啊，你无讲我就无想到。我这爷爷吼，甲我未来这老婆啊，以前可能咧开太空梭的款。不是啦，伊两个可能有仙术的款。哎呦，大甲仙术啦，我无咧烦恼。我这问题咧惊讲吼，因到底毋知是啥物妖，还是啥物怪，还是啥物鬼啊？鬼你去死啦！鬼来这套，啊那你是无视目睭吼，毋捌看，你敢捌看到这么水的鬼？嘿，大我问你，你是捌去看到鬼哦？无你也知影讲迄鬼无生得遐水诶。好啦好啦，你莫来这套啦，我甲会做恁大兄吼，你个性我太了解咧。啊那人匹配小红要互你，啊你就无答应，啊那我那想即招要来吓惊我，想要甲阮吐破哟。哎，无啦，大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惊讲你这个帅哥会去拄到鬼呀。什么鬼？你看差不多的哦。哦，你等下阮来后面，你讲阮来开窗后的啊？哈，爷爷，你讲伊安尼对无？你闪边啊！死囡仔，死囡仔！我咧讲哦，恁两个伫咧牢房内底，我是费尽千辛万苦才甲恁救出来呢。你无感谢我，无大金刷的，嘛讲阮查某孙仔是鬼，啊，阮查某孙仔后天若嫁恁哥哥，恁哥哥毋煞变鬼哥，你做人的弟弟的人煞变鬼弟。就是安尼，好啦，过来。好。歹势啦，啊，着阮小弟吼，年幼无知啦，啊，看捌代志啦，这叫做童言无忌啦。好啦，因为你年幼无知，童言无忌，你当作伊幼气的哦，这已经会小某啊，当大人当知啊啦。我甲你讲哦，嘿，早若知影你是这款人吼，我就叫阮爷爷莫甲你救，甲你放咧，敢若叫阮未来老公就好。都是安尼，无啦，我毋是讲我调侃吼，要到后壁甲你安尼批评啦，因为阮两个关伫遮吼太无聊，阮开讲甲你滚耍笑啦。你讲滚滚耍笑的，你着敢爱开嘴咧啦！你以后你若搁后壁讲话吼，我著喙齿拖出来甲你剪断。来这套，点点哦。未来的老婆，啊你毋是讲要叫我安尼啊，来甲阮见面？有啊有啊，我著叫小红去请。到底是搁偌远啦？我不请了。我拢袂当。哦，阿娘，我怕。我无啊，阿娘，你是咧痛风了啦？啥物我咧痛风？啊，
哎呦，哦，你讲我包这哟？嘿啦。哎呦，唔是啦，我都吼，惊叫迄生疏注意到啦，嘿啦。哦，安尼哦。老安尼人较袂注意。哎呦，阿囝，恁会当平安无代志吼，这拢是吼咱兜的公妈有灵性嘿。唔是公妈有灵性啦，是爷爷吼甲未来老婆因有交啦。对，我甲你讲一句话过啊，哈哈，恁若是拄我会着，就较赢狗斗换一招贵人呢。安尼吼，哎呦，真多谢哦。莫定定甲多谢啦，对吧？我看安尼吼，恁这两兄弟啊吼，即摆外口风声遐尼暗，出去会叫官兵杀掉，规气暂时住在这个所在。爷爷，妈妈。哎，爷爷，你袂记啊？你如果要老人当遮大，你顶一届骷髅头啊，参帮会记无？哎，老爷，对啊，啊，到时候闹开吼，就歹讲来呢。放心啦，那恁爷爷法律有法度通甲因挡干2天啦，上少嘛挡2天以后，对唔对？这无代志啦，这看我办到。啊，要哪办呐？哈，我规气吼，互因2个当遮住一站啊，住2天经过了后吼，后壁山遐才来找一个较适合的所在，互因去觅。啊，恁2个吼，先送因迄妈妈转去者。安尼啊，好啊。奇怪，啊，你看阿贵因，那个大哥袂转来。哎呀，你免着急啦，那因母仔囝真久无见面吼，一定足侪话要讲的。转来啊，我转来啦。啊，你转来啊？转来。啊，你敢有看到阿贵？有啦，哪会无？2个拢平安无代志，放心啊。真是的哦。阿妈，啊，若无代志啊，无我们来转啊。小等来，这，啉一个茶，我还阁有话要甲你讲咧。好啊，你若有代志要甲我讲，我就等要遮陪你。哦，那有遐水的查某囡仔。傻死！你错，伊毋是人，伊是鬼。啥？